今日請你同我一齊沉浸式體驗使用 Surface Laptop 13寸嘅一日，到底會係點嘅呢？一杯咖啡對於我嚟講係每朝起身之後嘅一個固定習慣。而家全新嘅 Surface Laptop 13寸螢幕，攜帶輕巧，我可以一邊飲咖啡，一邊喺屋企任何嘅地方使用佢。喺梳化上面簡單睇下我最中意嘅資訊 ，check 下呢幾日嘅行程，都用咗差唔多1個鐘頭。食完早餐就準備出門口啦。今日唔係話有太多嘅安排，可以構思一下未來2星期之後嘅 presentation， 整理一下將會用到嘅相同埋片。出色嘅 keyboard 打字手感同埋靈敏嘅觸控板，用起上嚟真係好舒服。而家我要準備一啲 PowerPoint 可能會用到嘅素材，執相、退地、轉底色，聽落都覺得煩。但係用 Windows 照片程式就會變得非常之簡單。對於經常要打開多個唔同嘅應用程式嘅我嚟講，用 Qualcomm 晶片加持嘅特性，多任務處理完全冇問題。要進行視像通話嘅時候，我強烈建議試下用 Windows 工作室效果。出色嘅電池續航就好似我今日用咗一日，根本上都唔需要擔心電池嘅問題。全新嘅 Surface Laptop 令我可以輕鬆寫意過一日，試過你一定中意。